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心境深潛。好多朋友睇完秘密同埋力量之後，都同我分享同樣嘅感受。雖然明白咗吸引力法則同埋愛嘅力量，但生活似乎仍然比較平淡，欠缺咗一些改變嘅動力。其實呢啲正係因為我哋仲未真正啟動感恩呢一個強大嘅轉化工具。今日我哋嚟繼續深入了解第三本著作《魔力》。呢一本書最特別嘅地方，在於佢提供咗一套非常系統、非常實用嘅28天感恩練習。作者喺書裏邊清楚指出，感恩唔只係一種態度，而係一種可以改變現實強大嘅力量。當我哋真心感恩嘅時候，就等於打開咗通往豐盛同埋喜悅嘅通道。大家準備好未？我哋一齊慢慢完整咁樣探索呢一本書嘅精華啦。魔力嘅核心信息非常之清晰，感恩係吸引力法則最強嘅加速器。書中強調，當我哋把專注力放喺已經擁有嘅事物上，而唔係專注於還缺少嘅部分，我哋嘅內在頻率就會自然提升，宇宙亦都會相應地帶來更多值得感恩嘅經歷。作者喺書裏邊寫過，你越感恩，就會得到越多值得感恩嘅事情。作者又提及到一句重要嘅金句，感恩會把你嘅頻率提升到愛與喜悅嘅層次，而呢一個層次正係吸引豐盛最佳嘅狀態。感恩唔係表面上嘅禮貌，而係內心真實嘅感受。佢能夠逐步把平凡嘅日子轉化成充滿正面轉變同埋美好驚喜嘅人生。魔力呢一本書最特別珍貴嘅地方，收錄咗好多真實見證嘅故事。其中書中有一位女士，長期以嚟生活感覺非常沉悶，缺乏咗動力。佢開始每日認真寫下10樣感恩嘅事情，堅持咗10幾日，佢意外收到一筆退稅。同時，公司都給咗佢一個重要嘅升職機會。佢後來同朋友分享話，開始感恩之後，覺得到生活漸漸變得暢順，機會也開始主動出嚟。書中亦都有另外一位男士同埋佢嘅太太嘅關係一直比較緊張。佢跟住書裏邊嘅建議，每日都有意識咁樣感恩太太為咗呢個家庭所做嘅每一件事。大約18日之後，太太主動同佢講，最近你好似變得溫柔咗，我好鍾意而家嘅你。兩個人嘅關係開始慢慢改善，家庭嘅氛圍都開始變得更加和諧，更加美滿。書裏邊仲有好多類似嘅例子，有人因為維持感恩嘅健康，長期小毛病逐漸都好轉；有人感恩金錢之後，生意開始出現新嘅客戶；亦有人感恩人際關係之後，好耐冇聯絡嘅朋友突然間主動聯繫，仲帶來咗好多唔同嘅機會。作者將呢啲真實經驗整理成一套完整嘅28天感恩魔法練習，每日都有明確嘅任務，由淺到深。喺最初嗰幾日，每日寫下10樣已經擁有嘅事物嘅感恩，
從最細微嘅小事開始，例如可以感恩有美好嘅陽光，有清澈嘅清水，舒服嘅睡眠。而喺中間嘅日子，開始感恩身邊嘅人，練習提前感恩未來希望實現嘅願望。去到後邊嘅日子，練習感恩健康、關係、金錢，甚至感恩困難所帶嚟嘅成長。最關鍵嘅係，每一次感恩都要帶嚟真實嘅感覺去做，而唔係機械式去完成。28日嘅感恩魔法行動挑戰，大家從今晚開始，你可以跟隨以下嘅步驟開始練習。第一個，早上感恩，起床之後寫低或者講出最少10樣感恩嘅事情，從日常生活中小細節開始。第二樣，全日感恩提醒，當你使用任何嘅物件或者人嘅互動時候，喺心裏邊輕輕跟自己說一聲感謝你，好真實嘅正面嘅感覺去感受呢一份嘅感恩。第三樣，晚間提前感恩，瞓覺之前寫低或者想象3樣你希望實現嘅事情，當作已經發生一樣去感恩。例如，我好感恩我擁有穩定豐盛嘅收入，我好感恩我同屋企人關係和諧溫暖。堅持28日，你會逐步感受到生活出現正面而微妙嘅改變。我非常鼓勵你從今日開始一起參與呢一個練習，無論進行第幾天，都歡迎你喺留言度分享你嘅感恩體驗同埋小小嘅奇蹟。我會同大家一齊見證感恩所帶嚟嘅轉變。魔力呢一本書最核心嘅信息係，感恩係我哋隨時可以開啟嘅魔法。當我哋養成咗感恩嘅習慣，就等於為自己打開咗呢一條通往豐盛、喜悅或者更多可能嘅大門。作者喺書裏邊最後送俾大家一句深刻嘅金句：感恩會改變你整個人生。感恩你哋陪伴我呢個頻道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啊！我哋下次再見。記住啊，你哋已經擁有改變人生嘅魔法，就係你心中裏邊嘅感恩。從今日開始，一齊活出更豐盛、更喜悅嘅人生。我哋下集再見。